第六章怎样讲呢？咱通有缘伫罪中，互恩典显罪吗？断毋通。咱伫罪上死的人，兼通有缘伫罪中活着呢？兼毋知咱这受洗礼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礼归入伊的死吗？所以咱借着洗礼归入死，甲伊三甲埋葬，原是互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款式，亲像基督借着爸的荣耀，对死来搁活一样。咱若伫伊死的形状上甲伊联合，也要伫伊搁活的形状上甲伊联合，因为知影咱这个旧人甲伊同定十字架，互罪身灭绝，互咱无搁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罪，咱若是甲基督同死，就信的确甲伊同活。因为知影基督既然对死来搁活，就无搁死，死也无搁做伊的主。伊死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摆；伊活是向上帝活的。安尼，恁向罪也着看家己是死，向上帝伫基督耶稣内，却着看家己是活的。所以毋通用阮罪伫恁的确死的身顶做王，互恁顺趁身躯的私欲。也毋通将恁肢体献互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反倒着亲像对死来搁活的人，将家己献互上帝，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互上帝。罪的确袂为做恁的主，因为你无伫律法的下面，就是伫恩典的下面。这却怎样呢？咱伫恩典的下面，无伫律法的下面，就通犯罪吗？断毋通。兼毋知恁献上家己做奴仆，顺趁一罪，就做一罪的奴仆吗？或是做罪的奴仆，直到直死；或是做顺命的奴仆，直到正义。感谢上帝，因为恁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对心内顺服所传互恁的道理的模范。恁既然对罪的内面得到透放，就做义的奴仆。我因为恁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常话对恁讲：恁从前怎样将肢体献互不洁不法做奴仆，直到伫不法；现今也着照样将肢体献互义做奴仆，直到正圣。因为恁做罪的奴仆的时阵，就无受义约束。恁现今所看最见效的事，当日有甚物果子呢？遐个事的结局就是死。总是现今恁既然对罪内得到透放，做上帝的奴仆，就有正圣的果子。迄个结局就是永活，因为罪的工钱就是死。只有上帝的恩赐伫咱的主基督耶稣的内面，就是永生。